新闻头家先来关心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这几日天气是真无稳定。今仔日北部地区会较湿冷，低温干那17.3，是创下5月份罕见的低温纪录。而且伫咧拜三又搁有方面会报道，这黄霜雨是会落到拜4，待等到拜5，也就是5日这连假头一天才会较好天。 透早北部风头又搁寒，民众骑脚踏车骑甲非常吃力。拜一北部地区温度创下5月份罕见的低温，干那17.3度。5月下旬有这么低的温度，是落在2006年的5月30号的16.6，所以整体上来说，今天的气温的确是比较偏低的情形。 气象师表示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各地的水汽也会增加。拜一北部、东半部和中南部山区不时拢会有短时间的阵雨。那今天要比较留意，就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在中南部的山区，整体上雨量的累积还是比较偏多的，可能有比较大的雨势。 那在今天的晚上呢，则是预估随着水汽开始减少，所以整体的一个降雨呢，预估就会比较缓和下来。今那未来一礼拜落雨的状况，气象师表示，拜2雨会小可停，今那东半部会落雨，不过拜3开始雨面开始接近，到时全台拢有机会落雨，尤其是拜4迄天，雨势上大，到时全台湾拢要留意闪大雨的情形。 最明显的一个天气变化会是落在周4这一天，也是未来一周天气最不稳定的一天。我们预估，其实在西半部地区可能是比较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情况哦。也那5日节连假，气象师表示，5日节连假休3天，拢是出日的好天。由拜5开始，风面会渐渐离开，天气会开始变热，民众得当出外行踏，拍一寡日头。记者戴选曾俊佑台北报道。